個離島，位於西貢嘅北面，四面環海，碧海藍天，更加擁有一片大草原，因此英文名為 Glass Island。高峰時期，島上邊約有2000人居住。雖然地理上接近西貢，但喺行政上18區就係屬於大埔區。前往塔門可以喺港鐵大學站 B 出口步行至到馬料水碼頭，再轉乘街渡，船程約1.5小時。或者從西貢市中心乘搭94號巴士至到黃石碼頭，再轉乘街渡，船程約35分鐘。船期可以參考運輸署網頁。塔門島上一共有3個洗手間，一個位於塔門碼頭，有需要嘅可以先去洗手間，之後再出發。塔門島上面沿途鋪設完善，首先將會經過塔門海傍街，為塔門主要嘅街道。沿路有售賣海味嘅攤檔，可以買一啲塔門出產嘅海味，例如墨魚絲、螺片作為伴手禮。繼續向前行，有一啲食肆，例如新漢記、新惠和、新有記同埋奇叔士多等。遊客可以喺餐廳入邊品嚐塔門最出名嘅海膽炒飯同埋炸墨魚丸。經過海傍大街之後，往右手邊嘅石級向上行，可以去到塔門嘅天后古廟。天后古廟建於明末清初，至今已經有約400年歷史。除咗天后廟，仲有關帝廟同水月宮。沿住石級繼續往上行，就會經過景崗同埋已經荒廢嘅瓊林學校。沿住左邊嘅小徑繼續向上行，就會到達一片遼闊嘅大草坪同埋觀景台。大家可以喺觀景台嗰度小休，欣賞一望無際嘅海景，更加可以遠眺俾行山人士稱為香港3尖之首嘅山蚺蛇尖。輕鬆郊遊嘅人士可以喺呢一度向南行到去疊石，有體力上挑戰嘅人士可以向北行上梯級去到龍景亭、龍井根同埋茅坪山。不過龍景亭視野俾樹木遮蔽，唔可以欣賞到海景，而龍井根同埋茅坪山就需要具備攀爬經驗嘅人士先可以前往。大草地下邊有一個小石灘，面向大鵬灣，呈一個弓字形，所以命名為弓背灣。石灘上面有好多好似拳頭大小嘅石春，形狀好似鵝蛋形。弓背灣嘅水清澈，長年有大浪拍打，大家去到石灘影相嘅時候就要多留意安全。繼續沿住山徑向南邊漫步，就會見到一個獨特嘅岩石。岩石由2個正方形嘅巨石堆搭而成，再經過長時間嘅風吹雨打而形成。從岸邊觀賞，疊石嘅外形好似一個女字，因此就命名為女字疊石。疊石高度大概6米，係塔門其中一個著名嘅景點。而女字疊石同塔門嘅名相傳係有關聯嘅，因為疊石遠睇就好似一座佛塔，古人就將呢個小島稱為佛塔門，所以後來呢一度就被稱為塔門啦。最後我哋會經過塔門漁民新村同埋榕樹村，就會返到塔門碼頭。沿途都有洗手間、士多、餐廳，例如培記士多同埋公字邊海鮮，可以俾大家補給同埋享用塔門美食。整個郊遊嘅路線同埋休息時間加埋影相時間，大家可以預留3至4個小時喺塔門嗰度探索，感受下塔門嘅漁村風景。塔門嘅原居民除咗客家人同埋水上人之外，仲有一種動物喺好耐以前已經居住喺塔門，佢哋就係黃牛啦。以往塔門嘅北面係客家人聚居嘅地方，佢哋主要以務農為生，牛隻就幫佢哋耕田。自70至80年代起，本地嘅輕工業起飛，新界逐漸城市化，島外嘅工作機會增加，同埋建造咗新嘅公營房屋等等，唔少嘅塔門居民搬嚟咗塔門。塔門嘅耕地亦都因而減少，剩低嘅牛隻喺冇人管理之下，牛隻就不斷繁殖。以往嘅塔門綠草如茵，牛隻都會喺遼闊嘅草地上面食草。但近年不少市民都中意去到郊外嗰度露營，而塔門亦都成為其中一個熱門嘅露營地點。大草地因為露營被人不斷踐踏，
紮營生火燒地，造成破壞，令到草地寸草不生，草地就慢慢變成咗荒漠，牛隻都失去咗一部分主要嘅食糧。加上遊人去到塔門嘅時候，不時都會餵食物俾牛隻，令到牛隻養成咗向遊人討食物嘅習慣。有一啲遊人露營之後留下大量嘅垃圾，令到牛隻被呢啲食物去吸引，又使到佢哋就會去到垃圾站、垃圾桶嗰度覓食。然而牛隻唔識得分辨食物同埋垃圾，佢哋好容易會將垃圾嘅包裝袋、膠袋同時吞下。雖然牛有4個胃，唔食膠袋垃圾好容易造成佢哋胃之間嘅通道阻塞，影響到牛隻嘅健康。因此遊人去到塔門嘅時候唔應該餵飼牛隻，應該將剩翻嘅食物、膠袋、垃圾通通收好，令到佢哋知道冇嘢食，咁就會離開。牛隻一般嚟講都好溫順，只要慢慢行開，佢哋就唔會打擾。希望大家亦都唔好追逐同埋打擾佢哋。喺塔門除咗牛隻之外，我哋周不時亦都會見到野豬。野豬係香港十分常見而且分佈廣泛嘅動物，多數會喺郊區出沒。佢哋可以喺林地、草原、農田等多個生境度棲息。但點解塔門呢個小島都會有野豬出沒呢？其實野豬係善於游水，佢哋可以由第二個地方游水去到塔門。野豬係雜食性嘅動物，佢哋會食植物嘅根部、球莖、塊莖同埋喺泥土入邊嘅小昆蟲等等去作為食物。野豬嘅鼻好靈敏，佢哋可以聞到遊人身上面有食物嘅味道，有時佢哋就會喺塔門追住一啲遊人去攞嘢食。因此遊人喺塔門郊遊嘅時候，最好將食物都放喺密實盒入邊，而且處理好、擺好，唔好俾野豬聞到或者睇到。喺正常嘅情況下，野豬係唔會對人類造成危險嘅。不過遇見野豬嘅時候，大家都應該保持警覺同埋鎮定，唔好主動接近同埋挑釁佢哋。如果有需要，大家都要留下一啲空間俾野豬離開。野豬離開之後，再繼續前行。大家千祈唔好將物件拋去野豬嗰度或者驅趕野豬，以免發生危險。遊人喺享受大自然嘅同時，亦都要記住要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同埋尊重山上面嘅野生動物。香港位於亞熱帶地區，氣候溫暖，雨水充足，孕育咗豐富嘅動植物。香港總面積雖然細，只有全中國嘅1/1000，但係中國紀錄入邊2100個蝴蝶品種當中，香港就有245個蝴蝶品種。而喺塔門呢個小島上邊，我哋就記錄到大概40個蝴蝶嘅品種，當中亦都發現一啲不常見嘅品種。蝴蝶屬於變溫動物，所以喺陽光充沛嘅地方最容易見到佢哋。而塔門嘅南面主要為灌木同埋草原，冇好多密林嘅覆蓋，因此就好容易觀賞到蝴蝶啦。當陰天或者下雨天嘅時候，蝴蝶出現嘅數量就會減少，佢哋會喺樹葉嘅背面休息。蝴蝶嘅翅膀係由一片片美麗嘅鱗片相疊而成，因此被歸類為鱗翅目昆蟲。唔同種類嘅蝴蝶鱗片嘅形態亦都會有唔同。鱗片實際上係一種變態嘅扁平嘅毛髮，呢啲鱗片賦予咗鱗翅目昆蟲嘅顏色同埋圖案有唔同嘅多樣性。鱗片嘅作用除咗可以呈現獨特嘅顏色同埋斑紋之外，仲有防水嘅功能，令到水唔會黐喺佢哋嘅翅膀上邊。另外，鱗片容易脫落，就可以幫佢哋逃避佢哋嘅天敵，例如蜘蛛嘅蜘蛛網。香港嘅蝴蝶共分為5科，當中包括龍蝶科、灰蝶科、甲蝶科、鳳蝶科同埋粉蝶科。每一個科屬都有佢哋個別嘅特徵，例如形狀、顏色、行為等等。喺塔門5個科屬嘅蝴蝶都可以揾到。鳳蝶科嘅蝴蝶體型比較大，而且色彩鮮豔，係比較容易常見嘅蝴蝶品種。佢哋中意喺開揚嘅森林同埋灌叢度吸食花蜜，主要嘅食物以芸香科、樟科、馬兜鈴科為主。佢哋飛行速度快，係飛行能力強嘅蝴蝶。
綠帶鳳蝶、美鳳蝶同埋藍鳳蝶都係常見嘅例子。粉蝶科嘅體型通常係中等，翅膀顏色以黃色、白色為主，有黑色嘅斑紋，主要喺草地同埋農田度出沒。成蟲喜歡訪花吸蜜，亦都中意群集喺濕地上面吸水。幼蟲就中意涉獵豆科同埋十字花科嘅植物。寬邊黃粉蝶、東方菜粉蝶同埋千粉蝶就係常見嘅粉蝶品種啦。灰蝶科嘅蝴蝶體型雖然細，好多品種佢哋嘅觸角亦都呈現黑白相間，後翅有尾突同埋假頭。當靜止嘅時候會上下喐動，模仿頭部係移動，就可以欺騙佢哋嘅敵人。草地同埋灌叢係灰蝶科主要嘅生境。草狀灰蝶同埋亮灰蝶都係常見嘅灰蝶，不過它們曾經亦都有一啲罕見嘅灰蝶，例如家灰蝶同埋真灰蝶。真灰蝶喺2021年首次喺香港記錄，原屬於熱帶地區嘅蝴蝶品種，以往分佈喺東南亞地區。喺氣候變化嘅影響下，香港天氣越來越炎熱，導致真灰蝶亦都可以適應香港嘅氣候喺香港棲息。蛱蝶科嘅蝴蝶屬中至大型蝴蝶，翅型、形態同埋顏色複雜多變。大部分嘅蛱蝶都有好強嘅飛行能力，唔太中意吸花蜜，反而中意動物嘅排泄物，吸食腐汁同埋腐果。中環蛱蝶、黃襟蛱蝶亦都係它們常見嘅蝴蝶品種。龍蝶科係中至小型蝴蝶，觸角呈 O 型，外形亦都同其他蝴蝶有別。佢哋嘅翅膀顏色深暗，以褐色、棕色為主，經常會被誤會為飛蛾。佢哋活躍於早上及黃昏時段，飛行速度快，但跳躍，亦都急速轉變方向嘅特性。唔太常見嘅掃龍蝶亦都曾經喺它們有記錄。它們上有唔少嘅蝴蝶居住。觀蝶嘅時候，大家需要具備耐性同埋時間，唔可以大幅度咁移動佢哋嘅身體，導致到嚇走蝴蝶。所以大家去到它們觀蝶嘅時候，記得要尊重生命，唔好捕捉蝴蝶，亦都唔好追蹤蝴蝶而破壞周圍嘅生境同埋植物，影響生態。香港有60%嘅面積為海洋，海岸線總長約1000公里。它們位於西貢東部，係個四面環海嘅小島。東部水域以鹹水為主，較易受海洋環流影響。昔日嘅它們係一個小漁村，早喺清代嘉慶年間已經有人喺島上面耕種同埋捕魚。喺40至50年代，它們更加係輕量最盛嘅時期。海面停泊咗不少於300艘嘅漁船，他們嘅漁民主要喺附近海域捕魚，曾經係一個著名嘅捕魚區，可見他們附近嘅海產資源豐富。他們以前最出名係鮑魚，喺50年代大量生產，連其他地方嘅漁船都會嚟到他們採鮑魚。但係由於唔少漁船嚟到他們過分捕撈，不論大細都捕捉鮑魚，最後令到鮑魚嘅數量銳減。現時他們嘅鮑魚幾乎絕產。喺1966年，他們居民獲政府批准喺漁民新村附近海岸用石頭同埋英泥築起一個海塘，嘗試飼養鮑魚，為最後鮑魚被蟹食掉，失敗告終。由於現時海塘已經荒廢，較少人為破壞，令到有海岸生物喺海塘入邊聚居，例如海塘入邊發現唔同嘅珊瑚、泥鰻、梭羅、黃尾石剎等常見嘅魚類。仔細一看，亦都可以見到海葵同埋佢嘅朋友小丑魚。小丑魚又名黑視雙腳魚，一般係黃褐色、橙黃色至到黑色，係一種會同海葵共生嘅魚類。佢哋嘅黏液可以喺海葵刺細胞入邊注入毒素，亦都可以抑壓觸手上刺細胞嘅彈出，因此就可以同海葵一齊共生。而另一面，街坊村有一個內灣，由於海浪較弱，幼細嘅淤泥同埋黏土自然堆積成為一片泥灘。泥灘受潮汐漲退影響，有時暴露喺空氣入邊，有時就會被海水淹埋。呢啲泥灘嘅泥含有豐富嘅有機物，
表面有大量嘅藻類生長。泥灘旁亦都發現有幾個唔同嘅品種嘅紅樹，因此亦都吸引咗唔同嘅泥灘生物喺度棲息。紅樹一詞源於木欖呢個植物，由於木欖含有豐富嘅單寧物質，以致佢嘅樹皮、花朵亦都呈現紅色。後來人們就統稱木欖同埋其他生長喺海邊嘅植物為紅樹。喺塔門，我哋可以揾到同花樹、欖梨、白骨漾等等嘅真紅樹品種。真紅樹演化至少一個生理或者結構上嘅特徵，係可以適應到鹽強嘅生態環境。例如同花樹嘅樹葉就有鹽腺，可以將吸收多餘嘅鹽分排出，去調節紅樹體內嘅鹽分濃度。另外，要辨認白骨漾亦都非常簡單。如果樹基四周有一支支直立嘅根，就係白骨漾啦。植物學家稱呢一種根為出水通氣根，顧名思義就可以促進呼吸嘅特化根。而紅樹林更加孕育咗大量生物，因為紅樹係主要嘅生產者，供應落葉、杯軸、果實同埋種子俾林內嘅生物享用，因此紅樹林一般都會擁有較多嘅生物多樣性。大家可以發現大量嘅螺貝同埋蟹類喺紅樹林發達嘅根上，其中一隻惹人注目嘅招潮蟹就係麗彩兒獸招潮蟹，褐色多為淺藍至深藍色，經常會有黑色嘅環帶，因為頭胸甲嘅斑紋似西瓜紋，因此亦俗稱為西瓜蟹。佢哋嘅眼柄都為紅色，佢哋有紅色嘅鉗，可動指同不動指係白色同埋粉紅色。而雄性嘅蟹，佢哋可以揮動佢哋嘅鉗，向外伸展約45度，看上去就好似潑涼咁啦。當大家喺海邊發現一隻螺移動非常之快，好大機會就係寄居蟹。佢哋雖然名為蟹，但係喺分類學入邊，佢哋就唔屬於螃蟹。佢哋係十足目嘅成員，佢哋大多數都會檢食一啲沉積物、有機物、藻類，有時亦都會進食動物嘅屍骸。為咗保護柔軟嘅腹部同埋躲開佢哋嘅捕獵者，寄居蟹就要揾一個合適嘅螺貝居住。隨住佢哋身體逐漸長大，殼內嘅空間越嚟越狹小，佢哋就需要更換一個更大嘅貝殼去居住。紅樹林係眾多生物棲息嘅地方，除咗以上嘅動物，仲有好多海洋、海岸嘅生物喺海邊居住。如果大家有興趣前往考察嘅時候，記得要留意以下事件。計劃考察嘅時候，記得喺天文台網站查看潮汐預報，並喺潮水低於1.2米嘅時候先前往遊覽。另外，大家應該盡量減少對大自然嘅騷擾，例如翻開嘅石頭要放回原位，千祈唔好帶走任何嘅動植物或者貝殼，同埋要遵守自己垃圾自己帶走。香港地理位置獨特，靠近海邊，面積雖小，但曾經記錄到嘅雀鳥品種超過570種，相當於全中國野鳥數目嘅1/3。而且香港位於東亞、澳大利西亞鳥類遷徙路線上邊，唔少遷徙嘅雀鳥每年春天同埋秋天都會途經香港遷徙到佢哋繁殖地或者過冬地，因此香港係一個理想嘅觀鳥熱點。除咗米埔自然保護區、南新圍、鹿頸、大埔滘等等嘅地方之外，塔門亦都係一個適合觀鳥嘅地方。塔門有2種常見季節性遷徙鳥，分別係夏候鳥同埋過境遷徙鳥。夏候鳥一般會喺香港繁殖，然後到南方過冬，佢哋只係佔香港鳥類嘅一小部分。燕鷗屬於鷗科鳥類，係一種體型小至中等嘅海鳥。全球共有40多種燕鷗，香港可以揾到12種，其中3種會喺塔門附近一帶嘅小島繁殖。呢3種燕鷗分別為褐翅燕鷗、粉紅燕鷗同埋黑枕燕鷗。每年嘅5月至9月就係呢3種燕鷗嘅繁殖期，數以百計嘅燕鷗就會集中喺香港東北邊一啲人跡罕見、荒蕪而且空曠嘅小島上邊，例如石牛洲等等繁殖。其餘時間佢哋就會喺海洋生活。因此，每一年到燕鷗嘅繁殖期，市民可以好容易喺來往馬料水、黃石碼頭
同埋塔門之間嘅渡輪航程中可以見到燕鷗。佢哋主要會喺吐露港北部、大鵬灣一帶出沒。由於船尾嘅引擎翻起白色嘅碎浪，有機會翻起一啲小魚。佢哋有時就會聚集成群，跟住船隻後邊俯衝入海捕捉小魚。因此喺乘坐塔門嘅渡輪入邊，大家單憑肉眼就可以近距離欣賞到燕鷗。不過燕鷗嘅飛行速度非常之快，或者需要使用快門較高嘅相機先可以拍攝到燕鷗嘅優美姿態。黑枕燕鷗，本地3個繁殖品種入邊最常見嘅，體型約30 cm。佢哋全身淡灰白色，嘴部同埋腿部係黑色，黑色嘅枕部羽毛伸延至到眼部，就好似戴咗一個黑色嘅眼罩。而擁有鮮橙紅色嘴巴同埋腳部嘅粉紅燕鷗，體型就同黑枕燕鷗相若，腹部有淡淡嘅粉紅色，係香港繁殖燕鷗入邊數量最少嘅品種。褐翅燕鷗係本地3個繁殖燕鷗品種入邊體型最大嘅品種，體型約有36 cm， 亦都係最容易辨認，因為佢哋上背、腰、尾及翼都係褐色，而底部就係白色。除咗以上嘅3種燕鷗之外，塔門仲有家燕喺島上面繁殖。細心留意嘅村屋有遮擋嘅檐縫上邊，或者我哋會揾到家燕嘅巢穴。家燕係香港嘅夏候鳥，每年由南方飛到香港較北嘅地方，3至到7月期間喺香港繁殖。佢哋有深深嘅叉尾，腳部短小纖弱，休息嘅時候會停喺電線上邊，唔可以喺地上面行走。佢哋嘅雀巢就會以濕泥搭建，呈半碗形，亦都會收集地上嘅物料去築巢。如果大家去到塔門想觀鳥，可以參考以下嘅貼士：應該穿着素色嘅衣服前往觀鳥。喺野外走動嘅時候，我哋應該放輕我哋嘅腳步。見到雀仔嘅時候，應該保持距離，以免造成騷擾。千祈唔好干預雀巢或者其他嘅自然環境。唔好嘗試捕捉雀仔或者收集佢哋嘅蛋。大家可以帶埋望遠鏡去觀鳥。大家去到塔門嘅時候，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冇發現到唔同品種嘅雀仔啊！塔門除咗擁有一片一望無際嘅海景，同埋一片綠油油嘅大草原，仲充滿住奇形怪石。最著名嘅岩石就係女字蝶石啦。另外，島上亦都有龍頸根同埋孝子石。香港的岩石中，火成岩約佔85%，此外還有13% 的沉積岩和極少數的變質岩。而塔門主要嘅基岩係凝灰岩，大概喺1億至1億600萬年前上侏羅紀至下白堊紀形成。當時香港正發生大規模嘅火山噴發活動，火山噴出嘅火山灰經過堆積同埋結固形成凝灰岩。女字蝶石約高6米，眺望蝶石嘅石堆入邊十分突出，係由2塊大石組成，外形同女字相似，因而得名。蝶石位於塔門南面嘅岸邊，大家可以沿住指示牌行到去蝶石，一睹大自然嘅鬼斧神工。而蝶石前方有一個平坦嘅岩面為海蝕平台，海岸受到海浪侵蝕，海蝕崖不斷衝擊侵蝕，上方嘅崖壁少咗支撐就可能崩落，海蝕崖不斷後退就形成海蝕平台。而塔門嘅北邊亦都有另外一個巨型岩石斷崖，佢嘅位置喺車灣南岸嘅石堆入邊。呢個巨型岩石高達10幾米，無論遠睇定係近睇都十分壯觀。由於海面突出一個長方形嘅石牌，有啲似龍嘅龍頸，因此就被稱為龍頸根。石頂傾斜，更有一個尖石，就好似龍嘅銳角。石底貼岸就係龍頸。每當海水拍打岸，就一定會翻起大浪。大家可以聽住澎湃嘅海浪聲，一邊欣賞岸邊斷崖龍頸根。不過要提一提大家，龍頸根嘅位置非常崎嶇而且陡峭，需要手腳並用，而且冇正確嘅指引，大家好容易迷路。因此前往龍頸根嘅人士必須要有豐富嘅遠足經驗，老弱同埋小朋友就千祈唔好去啦。據說塔門嘅西北面岸邊有幾支聳立嘅巨柱，名為孝子石。
呢個名字係因為塔門對岸西貢灣仔半島有一個猶如棺材嘅石頭，相對塔門岸邊有幾支聳立嘅巨石，就好似孝子遙望對岸嘅棺材哭泣嘅場景，就稱為孝子石。不過前往孝子石嘅小徑因為人跡罕至而變到非常隱密，非常之容易迷路，所以建議遊客都唔好前往啦。如果大家想去塔門觀賞呢啲奇怪嘅石頭，大家都可以遵守以下嘅守則，要時刻留意四周圍嘅變化同埋存在嘅危險，例如鬆散同埋光滑嘅岩石就唔應該攀爬，更加唔好踐踏或者攀爬一啲遭受嚴重風化同埋侵蝕嘅岩石表面，以免發生意外。出發前請留意天氣報告，小心計劃行程，結伴同行，由熟悉路線嘅領隊員帶領，並應該將你哋嘅路線話俾親友聽。要穿着合適嘅鞋類，要戴帽、衣物、手套、急救包同埋雨具等等。唔好帶走任何嘅石頭、化石、礦物同埋泥沙，不要敲打、開鑿、破壞同埋塗污岩石。大家喺欣賞地質景點嘅時候，同時都要記得好好保護大自然嘅資源，保存香港珍貴嘅地貌岩石。塔門嘅英文名係 Grass Island， 以往島上綠草如茵，受環境因素所影響，塔門臨海嘅位置只可以適應海岸強風吹襲嘅植物品種先可以生長。喺塔門靠岸嘅地方，其中一個最常見嘅海岸植物就係露兜樹。露兜樹係常綠大灌木同埋小喬木，大約高2米，幹多分枝，有非腐氣根，能夠幫助植物抓緊泥土。葉係長條形，葉緣有尖尖嘅鋸齒，所以大家經過露兜樹嘅旁邊都要小心啲被介傷。露兜樹嘅果實由多個小核果聚生而成，成熟嘅時候會由青色轉為橙紅色。果實含有纖維，可以浮喺水面，幫助佢哋喺海水漂浮傳播種子。由於佢哋嘅外觀有啲似菠蘿，因此又有假菠蘿嘅名稱。露兜樹經常生長喺海岸邊，故可以抵受海風同埋土壤入邊嘅鹽分。喺春季2至5月期間，野牡丹嘅花亦都會喺塔門嘅岸邊盛開。野牡丹係香港常見嘅灌木，全株大概半米至1.5米高，葉嘅兩面都披有柔軟嘅短毛。野牡丹大而美麗嘅紫紅色花，配合花中央嘅黃色紅蕊，吸引咗唔少蝴蝶、蜜蜂前往採蜜，亦都為塔門增添唔少嘅色彩。另一種喺塔門島上面經常見到嘅植物就係大計啦。大計係菊科植物，屬於多年生草本植物，喺春天會開粉紅色呈球形嘅花，花朵上面仲有一啲蛛絲狀毛，花朵嘅外形有啲似蒲公英，葉片平鋪喺地面，花朵則垂直生長。不過大家要小心啲佢嘅葉片，因為葉片嘅邊緣都長滿咗尖刺，一唔小心就有機會擊中。大計嘅適應力強，通常會生長喺山坡或者路邊等等嘅環境入邊。塔門有唔少嘅原生植物，不過都要留意呢啲植物係有毒嘅。如果大家去到塔門見到一啲形狀好似羊角嘅果實，就千祈唔好觸摸啦。好似羊角嘅骨突果有機會係羊角椏嘅果實。羊角椏係攀援類嘅灌木，葉片厚呈橢圓形，花冠就漏斗狀。佢係香港4大毒草之一，全株有毒，有白色或者淡黃色嘅乳汁，毒性非常強勁，以種子嘅毒性為最強，可以引致頭痛、腹瀉、痙攣甚至死亡。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亂咁觸摸呢啲野生植物。另外，塔門近海邊可以留意一啲樹木有好特別嘅現象，佢哋有獨特嘅傾斜構造，就猶如俾風剪過一樣。因為塔門臨海，冇高山擋住，呢啲樹木長期都被強烈嘅海風吹襲，令到植物被吹彎，而樹幹枝條就會順住風向生長，改變咗樹嘅形狀，最後就會形成咗特別嘅自然奇觀。塔門有多種唔同品種嘅植物，喺向風面嘅斜坡同埋草地上嘅品種會比較少，但喺北面茅坪山一帶就有茂密嘅林地，較多嘅樹木品種可以喺嗰度生長。因此會有唔少嘅野生動物，
例如牛、東亞豪豬都會喺北面嗰度棲息同埋覓食。大家記得喺塔門郊遊嘅時候，唔好任意採摘同埋觸摸一啲植物，要好好愛護大自然嘅環境啊！香港嘅廟宇以天后廟數量最多，歷史最悠久。喺1842年開埠以前，香港就已經存在咗唔少從事漁業嘅漁民。漁業喺當年更加係香港第一產業，而天后嘅信仰者多數都係從事海上事業嘅漁民或者疍民。因為傳說天后娘娘能夠預測天氣，拯救唔少出海嘅漁民，因此佢哋就崇拜天后，可以保佑眾人出海平安、風調雨順同埋漁獲豐收。塔門嘅天后古廟歷史悠久，建於康熙年間，至今約有400年嘅歷史。天后廟位於塔門下圍，背山面海。後來喺兩旁亦都加建咗天后嘅寢宮、關帝宮。經過多次嘅修葺之後，成為少數仍然保留傳統特色嘅廟宇。而塔門係漁民同埋客家人聚居嘅社區，出入需要乘坐船隻，天后更加成為佢哋嘅守護神。廟內有乾隆2年，即1737年鑄造嘅銅鐘；乾隆8年，即1743年嘅葉隨送產碑，同埋嘉慶3年重修嘅天后古廟記。天后廟屬於兩進一天井建築，牆體以青磚築砌。廟宇屋脊為光緒14年，即1888年嘅傳統瓦脊，上面排列咗好多粵劇人物、幾何圖案同埋石灣陶瓷。天后廟入邊供奉住2位天后娘娘，一位為塔門天后，另一位為鹽田天后。據說原本供奉喺深圳鹽田天后嘅神像，因為文革時期被破壞，導致丟失。後來神像輾轉送到嚟塔門天后廟供奉至今。而廟內亦都有供奉其他神像，例如伊靈同埋舍觀、洪聖同埋車公等等。塔門天后廟有唔少傳統習俗，每年嘅天后誕、每10年一次嘅塔門太平清醮，都係塔門島上重大嘅盛事，吸引海外嘅島民同埋大批善信前來參拜。每年嘅農曆3月23日係天后誕正日，天后誕設有抽花炮活動，亦有舞龍舞獅活動，相當熱鬧。花炮活動嘅過程係信眾喺去年取得嘅花炮交回天后誕，再重新分配。每間天后廟所分配嘅花炮數量都唔同。塔門花炮數目為26個。以往塔門天后誕，信眾需要互相搶奪花炮，花炮上寫住唔同號碼嘅紅布條，只要搶奪成功高舉紅布條，其他人就不能夠再爭奪。成功者攞到花炮就寓意得到天后嘅祝福同埋庇佑。不過由於早期嘅花炮係由火藥製成，加上爭奪嘅過程亦都有唔少肢體碰撞，因此塔門天后誕已經改為抽籤嘅方式進行。塔門聯鄉太平清醮已經有200幾年歷史，聯同吉澳、高流灣、沙門仔、深灣、沙磨石灣以及聯益漁村一同舉辦聯鄉儀式，全港獨有。太平清醮每10年舉行一屆，為期5日。醮期進行活動，除咗祭祀、舉辦齋宴、上演神功戲、木偶戲、麒麟、醒獅表演等等，仲有別具特色嘅天后海上巡遊。民間習俗入邊，塔門天后娘娘為大姐之位，吉澳天后娘娘為二妹，而鹽田天后為三妹。打醮嘅第一日，村民就會乘船前往吉澳，迎接吉澳天后神像到塔門，並展開天后海上巡遊。數十艘船隻就會相伴而行，圍島一周，場面壯觀。下一屆塔門聯鄉太平清醮就會喺2029年舉行。大家如果都想有機會參與，不妨到時去塔門嗰度感受一下塔門呢一個傳統嘅慶典啦。一般嘅離島上都會有一間學校，而塔門唯一嘅小學就係瓊林學校。瓊
瓊林學校歷史久遠，喺1913年之前已經建成。起初喺塔門下圍嘅天后古廟左側一個平房嗰度，即係現時嘅村公所位置。後來二戰結束之後，香港人口迅速增長，加上大量嘅漁船喺塔門嗰度停泊捕魚，收生人數增加，因此政府就資助同埋村民捐助之下，喺1957年喺天后古廟後方建成現時嘅校舍瓊林學校。1960年代學生人數最多，共有200多名學生，分為上下5班各3班上課。課室一班坐滿40人，學生一般都係塔門原居民、客家人同埋漁民嘅子女。除咗校長同埋校工之外，高峰時期有8個老師任教。瓊林學校有3間標準課室，1間教員室。喺學校嘅旁邊亦都有一個籃球場。多位達官貴人曾經到訪學校，包括2任港督戴麟趾爵士、尤德爵士。以前學校嘅科目除咗中、英、數、常體育科之外，仲有赤讀、社會科等科目。赤讀主要教授書信體裁，亦都教授對長輩嘅禮儀、親屬嘅稱謂等等。但隨住電話嘅普及，書信已經唔再重視，因此喺1970年代之後，呢個科目就被取消啦。島上面生活簡樸悠閒，老師同學生打成一片，師生關係密切。學生放學之後就會一齊打籃球，一齊去到赤徑行山，有時更會一齊去到海上面捉鮑魚。唔少以往嘅漁民子弟讀書都比較辛苦，佢哋周不時都需要跟住船出海捕魚而缺課。自70年代起，香港經濟轉型，香港輕工業起飛，島外面嘅工作機會大增，加上當年政府興建大量嘅公共房屋、學校，唔少嘅塔門居民都移民或者搬離塔門，令到塔門人口喺過去數十年間不斷下降。最後一屆亦都只有1名學生就讀，因此瓊林學校喺2003年嘅夏季正式停辦，成為歷史。而2010年起，瓊林學校被列為3級歷史建築，並荒廢至今。現時學校入邊仍然保留咗唔少以往嘅書本、投影機、幻燈片等等。學校嘅四周佈滿雜草，但外觀大致完好。而本會環保協進會亦都申請將瓊林學校活化，並建成環境教育中心，希望將課室翻新成為展覽廳，俾遊人展示塔門同埋瓊林學校嘅歷史、相片同埋資訊。現時學校有啲設備，例如黑板、招牌、投影機等等，亦都會視情況而保留。希望將來瓊林學校活化之後，會有更加多嘅遊人可以了解到塔門，從而好好愛護呢一個小島。希望將來瓊林學校活化之後，會有更加多嘅遊人可以了解到塔門，從而好好愛護呢一個小島。